追不了别的个，接住了山里了。你家嘛，光里，可能你家里嘛，路嘛，别把我来了没？今天来了没？说有什么理由？搬来家了，好的呀，搬来家了。我那搬电视搬看书搬好了，好，搬没有搬来家了不？好的，家里面经常就是干一年事嘛，搬弄去了，没事。他牙工、这牙工、当牙工，好的，路里的、山里的，你这方面没？你培养工、这牙工、当牙工是搬里的搬啥没？呀，就是干什么？就要讲我说讲好了。好的，就是干什么？他把我南门我给花江口路一，花江口路一。哎，高丽。你家不满为半路行，学给的俺那没年头了，不满为半路行。你家公满为半路行，学给的俺那没年头了，公满为半路行。